就是我设计了一套，大概有4、5件家具，就是全部用新设计的那个榫卯构造。原来这里有一张桌子，这张桌子呢偏大一点，也偏高，现在就做了这么一个桌子。这个桌子设计了好几高，有些想想看不可能，其实是可能的，就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深入进去。一般的桌子都是用榫卯的，但是它这个呢都是上下卡口，有一点像乐高的这种卡口式。那么相互结合在一起呢，形成一个整体，而且可以拆卸、重扎，它都不影响它的稳定、它的强度。桌子呢，它就怕什么呢？做好只有晃动，那么卡口很容易晃动的，那么就是要你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很合理。这个是一个桌子的腿，这个就叫正斜孔。这个方孔呢，它主要是用来固定的横档。那么这个圆孔呢，也是固定一个横档的一个圆孔，它是内销。这个孔也是跟这个孔是一样的，有2个孔组合起来才能把这个横档才能生牢。这个销字销什么呢？销一个桌面板，跟这个腿连接起来的一个面板。就这样，是吧？这样啊，再掐了吧，啊。
坐高铁，坐的高铁。肯定是黑暗料理。